台中大雅是小麦仔的故乡。农会讲，今年的小麦仔除了照我来算长有损失之外，今年的收成算袂歹。麦芽随风摇咧摇咧，大雅地区种麦芽面积大约是110公顷，占全台中市种植面积的8成以上。不过，当年种植拄到无同款的气候条件，对种麦芽的农民来讲是一大挑战。越冷是对小麦是越好的啦。 但是它是怕那个雾啦。麦芽惊湿气，可以产生白粉病。除了气候以外，另外一个考验就是惊鸟化来吃。农友讲，鸟化食麦芽问题，会当讲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。它不是一只小鸟，它是只有吃一颗呢。它要吃到它饱的时候，已经吃几颗了。农会讲，今年收成算袂歹，不过农友嘛了望会当找出正办的对策，希望解决鸟化。 麦芽问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